好，这叫做好利万的哦。这盘的樱村哦是规大盘哦，规大盘，非常完整的传承哦，就是咱樱教材哦，当天时啊，日本时代樱教材哦，是咱台湾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武士工哦，樱教材的这个军阶哦，那么樱教材的这个材啊，叫做海材哦，那么海材的后生就是咱即马的为咱各位示范的这个刘安泰刘老师哦，跪下哦。这个刘老师哈，我们刘老师当年也是官拜上校啊，也是校官啊，高级校官哈。好，过来是咱丰原东山洞哈，这个会使讲是樱村河哦。那么咱个目前要跳做两个部分，就是伫樱村的部分，咱我来看一下元素。